这个基友问题，唔是干那新竹有这个问题尔，全台湾各地拢有这款类似问题，所以讲只有中心要好好去重视，安怎解决，才会想出一个办法出来。讲到疫情，一天拢8-9万的确诊病例的发生，即摆疫情应该是愈来愈严重。南投县本土确诊的数量已经超过1万例，总共甲算起来累积有超过1万例。伫第一线的消防、警消人员有够辛苦，逐工拢甲民众直接时常伫高风险的环境中伫做事。所以讲，主席基金会分别送快台汽车总共1000组，和南投县的警察局甲消防局，和这些人会使积极的保障。警消人员定定伫咧高风险的环境内底做事，尤其即马疫情升温，逐工拢爱接触无同状况的民众，所以主这基金会分别来关快台汽车和南投县的警察局、各有消防局，希望当互这些人自我做检测，保护家己。每天都有1000多例啊，那我们就感受到说本土疫情呢已经在社区感染了哈。即摆拢总管1000组的快台汽车，分配400组互警察局，600组互消防局。伊嘛讲真多谢主这基金会帮忙。慈济基金会捐赠的这一批快筛可以让同仁呢自我检测自己的健康状况。面对疫情，除了第一线人员，民众嘛是拢爱加消毒，做好防疫的工作，才能让疫情紧跌落来，恢复正常的生活。我是林依文，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记得收看52动起来，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赶快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